能被别人看见。被别人看见能怎么样？在这儿，没有人敢找我徐若海的马。徐总，您怎么这么心急？徐总，我可以把自己献给您，但是里边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必须是工资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钱都不是问题。啊！徐总，有人！是哪个不沾的东西？哎，臭小子，你跟这儿干什么呢？徐九瑞，你还不上去啊？看什么看？上班迟到了。不是我迟不迟到，用得着你一个小小的保安提醒吗？徐主任，一大早在公司的车库里做这种事情，不好吧？你可是红顶德高望重的人啊！你算个屁呀！我用你教育我。看，徐总，加薪的事儿。你站住！怎么了？又是你，段飞，你知不知道你坏了我的事儿？你是说车里那点事？你去管！段飞，你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？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也用不着你指指点点的。还有，你等着，我记住你了。各位应该知道，红顶的各大板块已经在天海受到冲击。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直接关系到红顶的未来。我决定在最快的时间内启动我们的电商计划。难道云总想把红顶几十年的成果当成你的赌注吗？我当然不会把红顶当成赌注，但是我坚信，红顶只有转型，才会在未来发展得更好。你的方案非常的不成熟，红顶集团怎么可能压在这么一份不成熟甚至幼稚的方案上呢？我是不会让步的。我觉得大家都冷静一下啊。云总毕竟是总裁1个月的时间，如果你能做出一份完整的方案，那么韩元仓举双手赞同推进你的计划。当然，如果你做不了的话，我主动辞去总裁的位置，由韩副总担当。我想知道这照片上的人都是谁，有什么关系？从照片上来看，当年这些人跟你爸关系应该还不错。老一辈的事，我想你可以去问云顶。我会问他的。阿姐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这几个人查起来并不难。一群老家伙，你怎么查？这就不用你管。小九，你从明天开始就盯着天狼集团。没问题，老大。我想知道进出天狼集团的都是谁，是不是就跟那种偷窥狂一样？不过冷风，你明天开始就好好配合马季和小九，小陈。没问题。有什么事
立即告诉我。爸，您知道这张照片里的人都是谁吗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我朋友偶然看到这张照片，看上面有我爸，就发给我了。我对我爸的过去并不了解，所以问问您。这只是当年商会的一张普通照片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知道了，那你早点休息吧，晚上看书对眼睛。好好好好。儿子快出生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上次的事情也没几天吧，我怎么着也得看他出生吧。这次回去啊，我也请几天假，和我老婆也要一个，最好是女孩。女儿好，女儿长大了嫁给我儿子。等，谁打你？这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干嘛？我想上厕所。我现在要洗澡呢，憋着吧。你干什么呀？我憋不住了，你让我进去嘛。不让你进，你爱去不去。爸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老婆，你冷不冷啊？我不冷，老公，你别着凉就行了。哎，爸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进去了。好了，你们快进去吧。晚安。哎，好。放开！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。如果你不行的话，我们真的可以搬出去住。搬出去住？可是爸爸现在身体这样，搬出去住合适吗？我家就在附近，我们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回来。真的要搬出去住啊？难道你想每天在爸爸面前装恩爱吗？我才不想呢。我更不想。我先上厕所了。哎，你。